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北車頭內底有兩個櫃台相隔壁，攏咧賣代替的便當。一邊是七堵站的鐵路廚房所做的便當，一邊是台北站的鐵路廚房所做的便當。啊，講七堵站的便當生意價真好，常常攏是排隊排甲長。下晡10點，有人早起就也要吃了，都已經有7點人在排隊搶便當。特別來的美食家，買不到我就去七堵買。你非拿買到不可就對了。今天是非買不可。台北車頭內七堵站代替便當櫃位的頭前，排隊人比隔壁台北站加真多。乘客也真好奇，是安怎佇同一個車頭拼度，也想要知影七堵站的便當到底贏佇倒。你是哪裡好吃？為什麼大家都說七堵最好吃？不知道為什麼。都好吃啊，但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七堵一點點，就是個人喜好。對啊，它好吃。它上次吃好像不錯。你上次有吃過嗎？對，吃第2次，它比較厚。來到七堵的火車頭，專門被七堵代替便當的所在，同款人是叉。七堵的鐵路便當，逐工超出4000粒，賣無1點鐘就腦縮啦。代替專工找七堵鐵路召開董事來說明好食的秘訣。我們的秘方沒有什麼秘方，真的。袂使講的秘密，和七堵站佇鐵路召開進程中拼出頭，實際摕七堵甲台北2站的便當來相比，七堵便當內底排骨較大塊，過分了後生煎節路較入味。是講要人調度規模，原本是決定等下到台北站櫃台的頭前。那你會好奇心去買一下？不要，還要等。我們小時候，那時候的更好吃，東西比較實在吧。我以為是青春的味道比較好吃。到底倒一種的便當較好食，口味在人。不過就算排隊排甲熱長，想要食的人也是甘願等。